楚天凤今日挑战五绝，请赐教。现在的年轻人好生狂妄，竟然要同时挑战五绝！哼！我们也不欺负你，你能赢下我们之中的一个，再说吧。少废话，一起上吧！我认输。够了，是你赢了，你便是当世剑道至尊。爹，我回来了。爹，爹，娘，爹醒！这是谁干的？我杀了他！老子干的！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全家？还记得兰州陈氏吗？你当然想不起了。当年你挑战我哥，只用3招将其击败，陈家上下皆敬畏你的强大，以礼相待。结果你呢，却屡次出言讽刺羞辱我哥，导致我哥因此得了心魔，心境不稳，郁郁而终。你哥死了？我哥死的那一天，我爹知道消息后，当场就晕了过去。没多久，也跟着咽气。偌大的陈氏武馆，顷刻间分崩离析。所以你觉得是我害死了你哥，害了你全家？那你有什么冲我来啊？为什么要杀了我家人？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我他妈打不过你啊！我杀了你！慢着！我既然做了，就没想过继续活着。不用你动手。凤儿，爹，你别说话，我送你去医馆。凤儿，今日之事，爹不怪你，但天行不能没人照顾。从今天开始，你要彻底封建，不要想着为我们报仇，复仇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你要保护好天行，抚养他长大成人。你要是不答应，爹就是死了也不会原谅你。好，女儿答应你。爹，爹！天哥，偷东西，偷东西！敢在我的地界上偷东西！天哥，我错了，再也不敢了，饶命啊！饶命啊！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偷东西，我就剁了你的手！走。姐，我回来了。你稍等一会儿，等我干完这活，就给你弄吃的。好嘞。最近有没有好好干活？可别像以前一样不务正业了。放心吧。对了，姐，我给你带了礼物。什么礼物？你又花钱了？我不是说不让你乱花钱吗？
好看吧？这得多少钱？你哪来的钱？当然是我干活上的。什么活这么赚钱？那你别管，反正我是凭我自己本事赚的。师兄，师兄！师兄，你姐难道也练过啊？别瞎讲，我姐就是个普通人，平时就干些杂役活。啊，行了行了行了，走了。天行，你们说什么呢？这位是……哦，姐，这是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应该是有事。是。师兄，门派有人闹事。闹事啊？谁这么大胆子，敢惹到我们九龙派头上？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的，师兄。姐，我有事先走了啊。不吃饭了？不吃了。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不行，我得去看看。啊！快救我呀！老子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你们九龙派就只有这种货色吗？谁这么嚣张？放开他！你在教我做事？那是天行，他在这里做什么？哼，雕虫小技！别打了，我认输了。认输？我上你认了吗？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打得好！我认输。住手！你谁啊？这是我们九龙派的地盘，有你说话的份吗？你怎么了？居然被一个女的吓住？我不知道。姐，你怎么来了？这就是你的工作？哦，这我等会儿给你解释。不用解释，现在跟我回去。从今以后不准袭我。今天的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过。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姐，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吗？什么？你居然是楚师兄的姐姐？有话好说。今天多亏楚师兄，不然我们九龙派的脸都没处搁。关我什么事？你下手这么重，你忘了爹娘是怎么教你的吗？他们那套早就过时了。在这个乱世里，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只有拳头才能帮我打破家徒四壁。凤儿，你的剑法太过狠。爹让你练武的初衷是强身健体，可是你现在已经本末倒置了。爹，你的那套早就过时了。你江湖之中，现在只有拳头大才是硬道理。哎呀！而且姐，你别忘了，爹娘已经死了。我们楚家之所以被灭门，还不是因为他们拳头不够大，更不够狠。够了！总之，今后不准你再袭我，更不能用武功去逞强。天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那是因为我现在明白了，我们这种人只有靠拳头才能改变命运。如果我能像女剑尊那样打遍天下无敌手，谁还敢欺负我们？可你怎么会知道女剑尊最后的下场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管，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只有像女剑尊那样变得更强更狠，才能站得住脚。
你有事吗，大师兄？楚师弟，你好像对这些事儿很上心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九龙派大师兄呢。没事，我走了。你，楚师弟，过几天就是云城比武，获胜者可代表门派参加武盟大会，楚师弟别忘了。谁把我侄儿伤成这样的？长老，是云城一个叫楚天行的小子，师承九龙派，一个三流门派，敢伤我侄儿？他不是有护卫吗？人呢？回长老，少主支开了护卫，独自一人上门挑战，这才……废话少说，失职就是失职。我侄儿若是有个3长2短，一定让他们全都给他陪葬。还有，你刚刚说与他动手的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回长老，那人十分残忍，即便少主已经求饶，对方也丝毫不想放过少主，将少主打成重伤昏迷。好狠的小子，这就是没把我天下会放在眼里。查，一定给我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是长老，我这就去办。魏爷放心，这件事情我也会亲自出马，一定不会让少主就这么白白受了冤屈。九爷，你已经退隐江湖这么多年，这件事你真的要亲自动手吗？就算退隐江湖，也还是天下会的人，天下会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有劳了，告辞。小凤，小凤，李婶儿，你怎么来了？快进屋，我给你倒茶。好了好了，知道你这逆子懂事儿，我就不进去麻烦你了。李婶儿，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今天我来告诉你，这几天醉月楼缺了几个帮工，你手脚勤快，厨艺也不错，我就推荐你了，你去不去？醉月楼，云城最大的酒楼。是啊，去那个地方干活，给的钱可比别的地方大方多了。谢谢李婶儿，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没事儿，都是邻里邻居的。行了，我把话带到了，我走了。严长老，别来无恙啊！两位一路辛苦了。请。诸位，今日请云城2大门派过来，主要是借助这次比试，选出咱们云城参与武盟大会的名额。这次武盟大会是武林3年一度的盛会，参与者各凭本事。以往不知有多少江湖名人都是从这场大会开始一鸣惊人。你有机会了，这又要上他去，这我知道，最出名的当属9年前那一届武盟大会，当时剑尊以女子之身便夺得大会魁首，后来更是与天下武绝于华山论剑，终成一代女剑尊，世间唯一女剑尊啊！那等武道天骄是何等姿态？可惜剑尊从此退隐江湖，无人知晓他的下落了。我宣布，现在比试正式开始。快点，不是写好了吗？快点，马上来了，快点！一个个都给我把精神打起来！今天比武到场的不只有各门派的门主，据说一会儿天下会的九爷也会来，可别给我出了岔子。明白的，掌柜。师傅，徒儿请战。好，楚师弟加油！下一场比试，九龙派弟子楚天行对阵凌天剑冠潘玄。弄什么呢？还不快把菜切了？刚才裁判说上台的人是谁，你知道吗？九龙派弟子楚天行啊，你问他做什么？人家不是我们惹得起的，老老实实干你的活吧。真的是天行。人手不够了，快来一个人跟我去上菜。我来吧。行，就你吧。
把中间这道菜送到主桌。嗯。哈哈哈，刘门主，你这弟子天赋颇为不俗啊！再过几年，又是一位江湖后起之秀啊！陈长老客气了，来。喂，干什么呢？快上菜啊！做事如此马虎，醉月楼就这么招待贵客的？哎呀，各位贵客，真的不好意思啊，他是新来的，不懂规矩。不是说了不要搞出差错吗？赶紧给几位贵客道歉。不好意思，打扰各位用餐。行了，一点小事而已，下去吧。顾馆主，何必对一个下人如此苛责呀？这倒不是，我总是觉得他有些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哎，算了，也许是我眼花了。来，喝酒来。承让。师傅，信不辱命。好好，天行，快下去休息，处理一下伤口。是。你干嘛去？那都是九龙派的弟子，闲杂人不得靠近。不好意思，他是新来的，不懂规矩。姐，你怎么来了？这是你姐？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你都忘了？你在这做什么？这位小姐在后厨当帮工。帮工？这不关我的事儿啊，她是李婶介绍的。姐，你快回去吧，等我获得了武蒙大会的参赛名额，一战成名后，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的事不用你管，现在跟我回去，以后我再不想看见你跟任何门派扯上关系。不回。走。小唐，你自己走！我已经受够了那种穷苦日子。可你回去能干嘛？继续给别人当牛做马吗？你知不知道，你给别人当牛做马，人前人后的陪笑，那些富家老爷们在背地里把我们姐弟俩叫什么吗？他们管你叫贱婢，管我叫畜生小子。在这个世道，只有拳头够硬，才能受到尊重。只有你比他们强，他们才会怕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反对我练武，我也不想知道。但如果我练武是为了保护家人，那我问心无愧。我练武是为了保护家人，我问心无愧。站住！伤口不包扎了。在擂台上，一切小心。遇到不敌的对手呢，不必逞强，
师傅，徒儿休息好了。好，看你师兄的战斗吧。是。九龙派首席许世杰，请赐教。凌天剑馆陈宇，徒有其表。怎么可能？首席师兄竟然一招就败了！这人怎么会这么强？刘掌门，这就是你们九龙派首席的实力，不过如此啊！顾馆主，你这位高徒年纪轻轻，实力竟然这么强，我看颇有几分当年女剑尊的风采啊！哎，过奖过奖。认输了。可惜了，为什么认输的这么惨？九龙派弟子就这么点实力吗？如果你们九龙派的弟子都不敢出战的话，刘掌门，要不您亲自上？你放肆！你们凌天剑馆就是这样和长辈说话的？我们凌天剑馆只认实力，想要教训我，先赢了我再说。好啊，那就让我来领教领教。天行不是此人的对手，也罢，让他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也好。不错，这小伙子要是能保持这份进取之心，假以时日，也必是一方人物啊！怕是这小子没有以后了。九龙派楚天行，请赐教。希望你比刚才那个废物坚持得更久。天行，这统领人种恐怕再无敌手了，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别担心，姐，我还没输呢。哦，这是你姐姐啊！原来你姐姐是这里厨房的杂役呀！关你屁事！一个下等的杂役而已，至于吗，师弟？天行，不要分心。干什么？不要干扰比武之举！你们是眼瞎了吗？这哪是什么比武？实力差距如此悬殊，我是他姐，我们认输了。这我们可不管，只要本人没认输，哪怕人要死了，比赛都得继续。姐，别担心，这点伤我扛得住，我还要赚钱给你买大院子，估计个丫鬟每天伺候你呢。天行，够了，认输吧。还真是姐弟情深呢。你这姐姐虽然年纪大了点儿，不过仔细看起来还是有几分姿色的。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如果你死了，我可以勉为其难的帮你照顾一下你的姐姐。谁让我这个人心胸宽广，最爱帮人照顾家事。畜生！你敢动他，我宰了你！哼，你自己都要死了，谁还能护着他？我不能死，绝对不能死！行了，我也玩够了，你去死吧。爹，对不起了，为了天行，我恐怕要违背你老人家临死前的承诺了。等一下，我认输。什么？我认输。哼，你这么小声，他们是听不见的。找死！
这怎么可能？简直活见鬼了！楚天行的姐姐有这本事还在厨房做杂业。天行，你先下去吧，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姐，你是怎么做到的？别的不用管，先去养伤，等我打赢了再给你好好解释。可是，一个厨房洗碗的也敢在这大言不惭，你不会以为你真能赢得了我吧？刚才只是我一时没防备住你的偷袭罢了，你以为你还能得逞第二次吗？你大可以试试。一个厨房洗碗的也想打擂台，你怕不是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吧？在正式动手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刚刚为何要对我弟弟下杀手？什么？别装傻，我看得一清二楚。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不说是吧？没事儿，反正过不了一会儿，你会乖乖告诉我。我收回刚才对你说的那句话，你比你弟弟还要愚蠢。你说错了一件事。什么？我不是洗碗的，我是切菜的，专切你这个又菜又爱玩的。你说什么？怎么可能？你一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女侠饶命！怎么会这样？陈宇怎么跪下了？陈宇，你在干什么？师傅，我认输，他真的会杀了我。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陈宇甘愿认输了？这怎么可能？这个女人不对劲。你个废物东西，你竟然认输，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跪女人，为师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废话，老子不认输，难道能死吗？燕兄，刚才此女的那一刀你看清楚了吗？没有。姑娘饶命！有什么话你就直接问，我已经认输了，你别吓唬我。还是刚才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对我弟弟下杀手？是。为什么？他何时得罪你了？他没有得罪我。那你为什么要杀他？我为什么要杀他？你难道不知道吗？我问你什么就答什么，别扯那些有的没的。好，我说，是天下会的一直在调查楚天行，并且说有机会的话就弄死他。我刚才就是看见有机可乘，所以才对你弟弟下杀手。天下会跟我弟弟有什么关系？你弟弟干了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吗？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的，我只知道你弟弟把天下会的少主魏胜给打了。魏胜？啊！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管你是谁！原来他是天下会少主。那可是武林霸主，天下会的少主啊！平时哪受过这种委屈啊？不仅被打了一顿，而且还是被打了个半死。论残忍，我和你弟弟一比，都甘拜下风。那又怎样？他竟然敢上门踢馆，输了是他技不如人，被打成那样也是他活该。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了，这也是你们和天下会的事儿，我只是收钱办事而已，能否放我一马？滚吧！你真放过我了？怎么，让你滚都不滚，还想找打？我滚，我这就滚！师傅，你徒，你在干什么？师傅，我认输了。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徒弟？站住！站住！顾馆主，还有事儿？伤我武馆中人，还扰乱武盟大会选拔，放完狗屁，想一走了之吗？我本无心江湖，今日上台只是为救天行一时心急，还请勿怪。这里是武盟大会选拔，你以为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你什么意思？很简单，
既然你已经上了擂台，就要遵守擂台的规矩，接受挑战。鬼手徐祸，什么？这是鬼手徐祸，杀手榜排行第9的徐祸。顾凌天，你竟然将此人请来了，难道就是为了这场武盟选拔？是又怎么样？今日本不想劳烦他出手，可惜呀，被这个臭婆娘给搅和了，那就不得不由鬼手大人出手了。鬼手徐祸，许冬青跟你什么关系？你认识我大哥？他可是杀手榜排名前3的存在，你一个村妇，竟然知道我大哥的名号。昔日的手下败将，这些年看来他进步不小。狂妄！我大哥也是你个村妇能品头论足的。刘掌门，看来你这位徒弟的姐姐，也太不知死活了。你们这一家人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的弟弟打伤了天下会少主不说，你这个姐姐竟然也敢口出狂言，不怕死吗？难道是那个人？他竟然真的大有来头。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全部都是他做的。楚天行，你看看你给门派惹了多大的祸，还不赶紧过去道歉？你是说魏生是他提款在先，我何错之有？你确实没有错，但既然你动手了，还把别人打成那个样子，那也别怪别人想要报仇了。人是我打的，和九龙派没有关系，要找就找我。对，是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事儿是楚天行干的，跟我们无关。就是，当初你干嘛要救我？我明明救了你，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天下会的少主啊，否则我让他打的怎么样？今日我来此，正是得到九爷的命令，你要么交出楚天行，要你给他陪葬。九爷，天下会的九爷，没错。我弟弟犯错，我不会否认，但如果要我把人交出来，不可能。哼，你想保他，但这里的其他人可不一定愿意。此事的确是我徒儿有错在先，但我相信他也是无心之举，还请给老夫一个薄面。我呸！你有个屁的面呀！敬酒不吃吃罚酒，等我抓住你弟，交给九爷定夺。我的鬼手这么多年难逢对手，没想到这竟然会用在一个女人身上。姐，看到我的绝招还如此淡定，果然有胆色。你到底出不出手？你很好，既然你找死，老子就成全你。姐。鬼手大人要动真格的了，你现在后悔了吧？你若是早点束手就擒，你姐姐或许还能活着。我相信我姐。哼，不识好歹的东西，坚硬如铁。我倒觉得你的鬼手和你大哥比起来，可差远了。够了！我不管你从哪里听说我大哥的名号，今天你必须死在这里。还有你弟弟，今天我必须带走。只要我还在这儿，你休想。那你就去死吧！啊！我的手啊！我的手断了！这招式……爹，我没有看错吧？楚天行的姐姐竟然把鬼手徐祸的手给砍断了。的确不是幻觉。都看到了啊！这个世界太疯狂了！住手！住手！我的手！我的手断了！你竟然砍他的手！我有什么不敢？好胆色！
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轻视我天下会了。你是天下会堂主九爷？你不是已经隐退了吗？老夫是隐退了，不是死了。竟然有人敢动我天下会的人，老夫岂能置之不理？九爷，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这楚天行不仅将咱们少主重伤，现在他姐姐又砍了使者大人的手臂，他们姐弟俩简直无法无天。放心，徐霍本是奉我的命令而来，这件事情我不会不管。天下会的人就这般不分是非了吗？明明是顾凌天叫来的鬼手徐霍来扰乱比武，现在居然颠倒是非。我天下会做事还需向你解释吗？还有你们姐弟二人犯下这么大的事情，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江湖再无你们容身之地。是吗？我倒要看看是谁敢与我天下会的人作对。你什么？大胆！九爷说话你也敢插嘴啊？住嘴！九爷，你打我干什么呀？打你才是救你的命，你明不明白？什么？九爷，他不就是个下人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看来你认识我。大名鼎鼎的女剑尊，谁人不识？什么剑尊？女剑尊？姐，你是女剑尊？楚天行的姐姐居然是女剑尊？不是，九爷，你是在开玩笑吧？那女剑尊不是早就退隐江湖了吗？我眼睛还没瞎，不会认错。她的确是女剑尊。还好我刚才没逞强，赶紧认输，否则这回被砍的就是我的手啊！女剑尊，今天你把我的手砍了，我哥一定会找你报仇的。尽管让他来。失踪整整8年，江湖甚至有人传言你已经死了。谁想到你竟然甘愿隐姓埋名，在这个小城当一个普通人。我早已无心江湖琐事，今日之事说是能到此为止，我既往不咎。果然是女剑尊，可惜你离开的太久了。现在的武林格局早就和你当初不一样。你弟弟打伤了天下会会长之子，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天行是我弟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亲人，我绝对不允许你们任何人伤害他。你可想好了，真要为一个弟弟去和天下会作对吗？即便与全天下为敌，也一样。很好。等等，我让你走了吗？楚天风，你真以为你是女剑尊，老夫就怕你了吗？把你的人都带走，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如果再敢对我弟弟下手，我不介意去天下会总坛一趟。你在威胁天下会？你觉得是的话，那就是。你很好，很少有人敢这么威胁我天下会，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九爷，你就这么走了？不然呢，老子又打不过他。你要是把手臂捡起来，跟我们一起回去，可能还有的救。九爷，好，九爷，等着，走，快走。他有没有追上来啊？谁呀？女剑尊啊，看看他有没有追过来。没有，还不赶紧快跑啊！走。真的假的呀？剑尊，他是女剑尊。姐，你真的是女剑尊？原来真的是女剑尊大人，
你刚刚那一招，我隐隐猜到，只是一时不敢确认。我说过，我早就无心江湖之事，你只要把我当成一个普通人即可。剑尊当面，老夫有礼了。刘掌门，这段时间还得多谢你照顾我弟弟。刘掌门，这段时间还得多谢你照顾我弟弟。惭愧惭愧。剑尊阁下，令弟得罪了天下会，你又斩了天下会使者的手臂。那天下会会长魏无涯乃当世武道第一人，为人强势霸道，之后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是啊，天下会现在如日中天，连武盟也不放在眼里。天雄师弟这回怕是惹到了不该惹的人。这件事情是我有错在先，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亲自去天下会给他们一个交代。不可！站住！你拿什么交代？现在的事情不是你能解决得了。我亲自去天下会一趟。等等，阁下，我倒是有个想法。此番武盟大会，天下会的人肯定会参加。你若是参加武盟大会，必定会碰到天下会之人。到时候在武盟的地盘，也许你会更安全一些。是啊，天下会近些年来在武林中横行霸道，你一个人去会有危险。即便你是剑尊，那位天下会会长也不是一隅之辈。好，那我便参加这次武盟大会。好。啊！一个九龙派没有打过吗？魏延，不是我搞不定，谁能想到那楚天行的姐姐竟然是女剑尊？你说谁？女剑尊？她不是死了吗？魏爷，此事千真万确，老夫绝对不会认错。徐祸的手就是被他斩断的。所以九爷并没有和那个女剑尊动手吧？老夫年纪大了，不屑于欺负年轻人。是不屑还是不敢呢？魏爷，不光如此，那女剑尊还威胁说，如果咱们以后再威胁他弟弟，他就要打到咱们天下会的总坛。笑话！女剑尊现在早就不是他的时代。发生什么事了？让魏爷今天发这么大的火？冬青，哥，这谁干的？剑尊，你他妈怎么惹上他了你？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如此。冬青，不用担心，这么多年过去，那个女剑尊不足挂齿。现在天下格局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魏爷，那您的意思是，武盟的那帮蠢货还不知道，我大哥早就已经搭上了镇南王。只要我们此行能够拿下武盟盟主之位，就会获得镇南王的支持。到那个时候，中原武林唾手可得。镇南王那可是一方诸侯啊，麾下有几十万大军，帮主竟然搭上了镇南王。不仅如此，过几日镇南王世子还会亲自出席武盟大会，足见镇南王对天下会的信任。镇南王世子会亲自前来，所以各位要小心应对。冲撞了世子，得罪了镇南王，也就是坏了我大哥的好事。在座各位，恐怕谁也担待不起了。是，我等肯定不敢冲撞世子。还有，本次武盟大会，本座亲自出手。你们所担心的那个女剑尊，不用放在心上了吧？魏爷，您亲自出马，这次必定马到成功。这武盟盟主之位，必定是魏爷您的了。九爷，我的手是被天下会断的，
九爷，你要为我做主啊！九爷，徐霍兄弟，伤在你身，痛在我心头。一会儿自行去帮内的百草堂领一份丹药啊！好，谢谢。九位爷给我个机会，我愿与你一起前往武蒙，为我弟弟报仇。冬青兄弟，快起，快起，快起！你我早就情同手足了，不用你说，我也会带你一同前去，给徐霍兄弟报仇的。各位，你们所说的那个女剑尊，不足挂齿。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武蒙盟主之位。驾！启禀少主，我们马上到武蒙了。好，我知道了。是，驾！阿凤，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出杀害伯父伯母的凶手，替你报仇。是我害死了爹娘。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别再说了。好，我不问了。爹娘已死，是非会以无心解释。长庚，我知道你心悦我，如今我只想好好抚养天行，顺利长大，不愿踏足江湖纷争。我心已死，你我之缘就此断了吧。阿凤，这么多年了，你究竟去了哪里？这就是武蒙大会啊，果真热闹。小兄弟也是来参加武蒙大会的。大哥，这武蒙大会有什么看点呢？想必小兄弟是第一次来吧？是啊，这武蒙大会分为2场，分别是各门派弟子之间的比武，以及各门派掌门之间的比武。竟然还能看到各门派掌门比武？没错，若是运气够好的话，说不定还能见到盟主出手。武蒙盟主？对，那可是当年号称五绝的人物。小兄弟也来参加武蒙，那不知代表的是何方门派啊？啊，在下师承云城九龙派。云城九龙派啊，原来如此。哈，不过小兄弟，你不要灰心，往年呢也不是没有小门派弟子夺冠的。这大门派虽然有着深厚的传承，但习武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资质。谢谢大哥。这武蒙之中可是高手如云，青年才俊更是数不胜数。到时候小兄弟可要量力而行啊。明白。这位是？这是我姐姐。啊，幸会。大哥饶命！我认输，我认输。那就饶你一命。这人好像是……这武蒙大会比武竟如此残忍。
哪有这么回事？这武盟大会向来以武会友，从未见过哪个门派如此狠辣心肠。那这是怎么回事？此人就是天下会的人。原来是天下会的人，那这就不奇怪了。小兄弟慎言，天下会现在正是风头无两，帮主魏渊号称武林第一人，而如今更是有一统中原武林的野心。要是让他们听到你在背后议论，得罪了人可不好啊。天下会太嚣张了，背后议论都不行。这不好，他怎么过来了？哪儿来的乡下人？谁让你们进来的？武盟大会，闲杂人等不能入内。这里是武盟大会，我自然是获得了参赛名额才进来的。哈哈哈哈！这武盟大会怎么乱成这样？什么人都能加入吗？这位小友，还请慎言。臭东西！我说话你插什么嘴啊？是不是想和我们天下会过不去啊？你不敢啊？不敢就给我滚啊！哼，不是你们也太嚣张了吧？这里是武盟的地方，不是你们天下会。得亏这是武盟的地方，要不然老子早就把你大卸8块了。哟，魏长老，你终于来了。这儿竟然有人擅闯武盟大会，我正想着什么办法把他们清出去呢。来武盟大会闹事，谁这么大胆？他，你谁啊？瞎了你的狗眼！这可是我们天下会的执法长老魏红魏长老。哼，魏渊，这位就是女剑尊楚天凤，楚天行是他的弟弟。女剑尊，久仰，你就是女剑尊？女剑尊？哦，想起来了，8年前的确有一位用剑的高手。年纪轻轻就在武林号称剑道第一，不过现在的武林已经今非昔比了。即使你重出江湖，又能怎么样？你没经历过女剑尊的时代，就不要随便说话。他可是一出世就单挑整个武林的绝代天骄，岂是你可以随意评头论足的？区女剑尊，在我们天下会面前，也只不过是土鸡瓦狗罢了。萧鼎，那些被武林已经淘汰的，不要让他们来武盟丢人现眼，轰出去吧。哎，把这些闲杂人等给我清出去！你们想干什么？天下会如此行事，真当这里是你们的一言堂了吗？我为武盟清除闲杂人等，有问题吗？魏长老这么着急的把我们赶出去，难道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笑话，我有什么不可告人？反倒是你，既然你敢来，应该就清楚你弟弟之前做了些什么吧。我知道。所以你今天是来替他求情的。求情？这件事的起因本就是你们天下会的少主上门挑战在先，我弟弟还手也是为了门派声誉，过程中下手稍微重了一点。稍微重了一点儿？我可以承诺，从今天开始，我会约束我弟弟，让他以后不会再做出格的事情。你这承诺岂不是拿本座当傻子一样吗？你想怎么解决？让他给我侄儿磕头道歉，自断经脉即可。不可能！你以为你是谁？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的话，从今日起，你二人在武林当中再无安身之地。不是，你们天下会也太霸道了！我是动手打了他，可是他有错在先，我最多不过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对，别说是防卫过当，你只要是伤了我们天下会少主一根汗毛，那也得
偿命。自断经脉，我尚可饶你一命；若是要本座出手，我恐怕也会稍微用力。女剑尊，选吧。我什么都不选。什么都不选，就是已经选了。那今天我就来领教一下你女剑尊的实力。都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燕长老，楚小友又见面了。还有女剑尊阁下。燕长老，你刚刚什么意思？魏长老，我倒是问问你什么意思？这里是武盟，不是你们天下会。你的意思就是要保这2个人吗？我不是想保谁，大家都是来参加武盟大会的。我武盟作为东家，起码不能让人在武盟的地盘被欺负了吧？燕长老，你确定要因为这2个人与我天下会为敌吗？魏长老，你不必拿天下会来压我，一会儿盟主就会过来，想必他老人家也不想看到武盟大会乱起来吧？老东西，你算个什么东西，就敢这么跟我们魏长老说话？魏长老，你们天下会就是这样教育后辈的吗？不得无礼。既然燕长老开口了，本座一定要给上几分薄面。老东西，我让你再休整一会儿，我就让你明白得罪我天下会的下场。盟主到。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么热闹啊？啊，盟主，许盟主，又见面了。魏长老，这次竟然是你带队，贵派魏帮主呢？家兄今天另有要事，所以我带队前来了。哎，原来如此，让诸位久等了啊！楚姑娘，我们又见面了。原来你就是武盟盟主。是啊，昔日我等五绝皆败在姑娘手中，本来这武盟盟主的位置也应该是你的，但是楚姑娘突然从江湖中消失，正所谓武盟不可一日无主啊！我那几位老伙计便推举了我当了这个武盟盟主。陈年旧事不必再提。也是，既然大家都来了，那我宣布武盟大会现在开始。哈哈哈哈哈！刚才不是有人说要参加武盟大会？怎么着？这会儿不肯上来？你说什么？我说你们2个，一个不知道来自哪个犄角旮旯的小门派，另外一个呢，早就被江湖给淘汰了。就你们2个这种货色，也敢来参加武盟大会，真是不知所谓！准你这么说我姐？我说了又能怎么样？你想干什么？我没想动手，我就是想和他讲讲道理。讲道理？跟这种人讲什么道理？我们既然来参加武盟大会，就以大会的方式来解决。你是说比武？你和我啊？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位可是天下会的正式成员，江湖年轻一代的后起之秀。你们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是别出来献丑了。老子打的就是天下会的人。你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小爷我今天就非得给你个教训不可。来呀，上来比划比划！加油啊，姐！不是我上，是你。啊！
我不然呢？是妈妈阿狗也配轮得到我出手？可是，万一我不是他的对手？别啰里吧嗦，我说你行，你就行。别说我欺负你。云城九龙派天行，请赐教。一个小小的云城武者，也敢跟天下会叫板，真是自不量力！哼，怎么样，还不认输？废什么话！要打就打！他左手有救急，出拳比右手慢，供他走来。这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我的左手有伤？不愧是姐，果然厉害。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输给你？碎心丹，你疯了！此丹一旦使用，虽然会提升实力，但会强行扩张你的心脉，轻则经脉破损，重则当场死亡。我怎么可能输？我不可能输！吃下去，若是输给他，你也别活了。这天下会手段也太残忍了吧！如此天资的后辈，竟然就这么白白浪费了。是啊，这碎心丹吃了，此人此生再无望武道更高境界了。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魏爷，他怎么倒下了？楚少侠，好手段，居然能逼出此人体内的碎心丹，保住其一命。这有什么？小时候我吃错东西，我姐姐就是这么对我的。楚少侠，实力非凡，兼同时还有一颗侠义心肠，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不至于，不至于。小手段。魏长老，你们天下会的人参加比武，还要吃碎心丹，难道光明磊落吗？既然如此，这次的比试，就算这个楚少侠赢了，那接下来，赶紧下一步吧。等一下，魏长老，什么意思？徐盟主，
在下实在是不想耽误时间，还请许盟主多多指教。你这话什么意思？姓许的，请赐教。你要挑战我？正是。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这武盟大会是整个江湖的事情，等这大会结束后，魏长老想要与我切磋，老夫随时奉陪。不行不行不行，本人当然是要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你打败，否则的话，我怎么能名正言顺地坐在那个盟主之位？什么？谁说要你继承盟主之位了？我若是赢了他姓许的，他还有脸面坐在那个位置上吗？天下会狼子野心，分明是早就觊觎盟主之位。老东西，老东西！大家都听到了吧？天下会狼子野心，试图篡夺武盟盟主之位，有什么问题？武林向来是强者为尊，今日我天下会如日中天，更有帮主魏渊，乃是武道第一人。对啊，说的以我天下会的实力，凭什么不能号令群雄呢？魏红，你这是以下犯上！以下犯上？凭什么我下你上啊？打败了你，我不就在上？说的有道理啊！这天下会既然是天下第一大帮派，而其帮主又是武道第一人，这为何不能领导武盟啊？就是，要我看，这武盟盟主之位早就该换人了。大家说是不是啊？这我太玄门支持，我铁掌帮支持。你们，魏长老，哎，你是有备而来的。这件事情还有谁要参与的？我们也同意。如今天下会势力强大，许盟主还是尽早退位让贤了吧。是啊，许盟主，就是我同意，我同意，天尊阁下，你呢？你们的事情与我无关。我来这里也是为了找天下会寻个因果，谁当武林盟主，我都无所谓。说的这么好听，怕就直说嘛！我姐怎么可能会怕？我姐说了，她不想插手江湖之事，听不明白吗？许盟主，你好了没有？既然大家都同意我退位，那老夫自然也不会赖在这个武盟盟主之位上。想当初也是几位好友推举我上，这盟主之位老夫可以不要，但是事关重大，我觉得还得另找个时间召开武林大会再行讨论。缓兵之计。姓许的，今天这盟主之位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否则的话，我就让这武盟大会开不下去。魏红，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武盟了？武盟在我们天下会眼里什么都不是。够了，真当老夫不存在吗？给你几分面子，叫你一声盟主，真以为我怕了你吗？魏红，你真的要向我挑战吗？是又如何？好，那老夫就接受你的挑战。还有谁不服？现在就可以站出来。你怎么会这么强？还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呢，老东西。既然没有人反对，那我正式宣布，
本人正式继位武盟盟主之位。从今以后，天下武林要听我天下会号令，但有不从者，可就是我天下会的敌人。还请女剑尊出手，重塑武林正道。我早已无心江湖之事，徐老，你就别再劝我了。什么女剑尊，也不过如此。哼，不过你还算识相。姐，你为什么不出手？江湖事，江湖了。若不是因为你，我现在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恭喜魏长老执掌武盟。各位，今日之事，有支持我天下会者，魏某铭记在心。若怀有二心，好自为之。早知如此，刚才就应该支持魏长老。不，现在应该是魏盟主了。哎，魏长老，不，盟主，那这2个人该如何处置啊？既然我已是武盟盟主，这2个人敢动我武盟的人，自然不能放过。魏红，你即便做了武盟盟主，那武盟也不是你一言堂啊！哼，如此行事，你把武盟当成你天下会的人不成？老东西，你问问谁有意见吗？没有，这谁敢说呀？可不是吗？你们，各位，我执而未胜，被这个人打成重伤。我麾下之人不过是想去讨个公道而已，又被他姐姐所杀。打了我的人还毫无歉意，欺人太甚。你侄子上门踢馆在先，我作为门派弟子，维护宗门颜面，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维护颜面无可厚非，但我侄儿分明已经认输，你还是出手把他打成重伤，是也不是？是。不愧是女剑尊的弟弟，性格脾气与他当年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今日我要为我侄儿讨个公道，合不合理？这么说来，此子的确是太过心狠手辣，别人都已经认输了，还把他打成重伤。可不是嘛，年纪轻轻就如此心狠手辣，将来还得了？就是。女剑尊，我看看你们今日如何收场。说完了吗？说完了。要我说，你侄子没本事还上门踢馆，被人打成重伤也是活该。还是说你天下会横行霸道惯了，以为自己上门踢馆杀人就可以，别人打伤你的人就不行？你说什么？你麾下的人说来讨公道，却置我弟弟于死地，这孰对孰错？我想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我何时要置他于死地了？那刚才是谁说的让我弟弟自断经脉？我说的是啊，依我看，分明是天下会这些年行事霸道惯了，这一次不过是踢到铁板上罢了。老东西，没你说话的份儿。不错，天下会行事如此猖狂，武林苦天下会久矣。诸位，你们还不醒悟吗？你们说什么呢？这事是他们有错在先，我们天下会只是被迫还手而已。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天下会平日嚣张惯了，否则你的侄子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好，女剑尊，不知道你实力如何，嘴上功夫倒是了得。那你说这件事是如何处置？我本无心与天下会结怨，我弟弟打伤你侄子却不假，但你们也试图杀我弟弟，扯平了，你我之间恩怨已了，如何？不可能！若真如此，你让我天下会如何自处啊？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傅天凤，别以为你是女剑尊就可以为所欲为，还没有人能够占我天下会的便宜。你信不信？我一声令下，你2人今天就走不出武盟。魏红，这可是你天下会自己的私事，跟其他武盟的人没有关系。
就是，虽说我们支持你当武林盟主，但是你们天下会的私事可别扯上我们。顽固不化，怪不得你这么多年都没有长进。你说什么？既然与我天下会有二心，那武盟自然也容不下你。滚吧！魏红，老夫本以为让你执掌盟，会带武盟更上一层楼，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后悔了？有问题吗？本座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你瞎了眼没看出来而已。我实话告诉你，武盟就是我天下会的从属，门派当中但有不从者，下场就是一个死。魏红，你太狂妄了！你竟敢动手！我有什么不敢的？现在还有谁不同意的吗？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什么？武盟的职责是带领庄园武盟走向辉煌，而不是为了成为某个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势力。我认为你不配当武盟盟主。你什么身份？你有什么资格说本座不配当武盟盟主？我就是一个普通门派的普通弟子，但我就是看不惯你的霸道行为。找死！楚天凤，你不是说不插手江湖之事了吗？我是不插手江湖之事，但你们对我弟弟动手，这便不是江湖事。你怎么，你也想来试试我的刀？姐，你没事吧？我没事，下次不要再这么鲁莽了。我这不是也着急吗？而且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你没事是因为我能保护你，难道我能一直保护你吗？你要主持正义，就要有主持正义的能力。我知道错了，姐，回去我就努力练功，下次换我来保护你。你能照顾好自己，别给我找事就行。楚天凤，你当真要与我天下会为敌吗？还请女剑尊出手，肃清天下会，还我们正道一个朗朗乾坤。还请女剑尊出手，还我正道朗朗乾坤。还请女剑尊出手，还我正道朗朗乾坤。诸位请起。阁下，现在只有你能压住魏红。颜六，再次求你了。什么意思？真不把我这个盟主放在眼里了吗？魏红，你狼子野心，企图夺取武盟盟主之位，还想将武盟变成你自己的一言堂，称霸武林。任何有识之士都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明白。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是。所以你们就靠他？没错。请女剑尊出手。这次我来是帮我弟弟了结因果，你们的事情我不想插手。哎呀，既然楚姑娘不愿意出手，那咱们就不为难她了。你笑什么？我笑你们这些老家伙真是健忘。你们所求之人，不就是当年造成武林最大动荡之人吗？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还不知道你的姐姐楚天凤女剑尊当年是如何让整个武林腥风血雨的？想起来了吗？8年之前，女剑尊横空出世，一人一剑，横扫整个武林。有多少门派分崩离析？有多少宗族家破人亡啊！所谓女剑尊，心中只有剑道，何曾有过正道啊？啊？哦，对了，还有关于你全家被杀的真相，你还不知道吧？你什么意思？你知道杀我全家的仇人是谁？我当然知道，你全家都是被你姐姐所累，都是被她的仇家所杀。不可能！姐，你告诉我，他说的全是错的，对不对？他说的是真的，是我害死了爹娘。动手！小心！
你别说话了，我给你疗伤。姐，你听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不让我练功，为什么不让我练功这家。天下，其实我和你都一样，都是因为我年轻气盛，才会把天下会烧出大春州上。其实我只需要简单的教训他一下就行了。天下，姐只想你好好活着。姐，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不然天下会也不会找上门了，你也不用为了我参加我们大会。这些事情都是我造成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说的女剑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女剑尊，把楚少侠交给我吧，我会替他疗伤的。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姐，你要小心点，那个家伙不好对付。你放心，我能斩他一次，就能斩他第二次。什么女剑尊，不堪一击吗？楚天凤，这些年我的鬼手早已练得出神入化，半个身躯早都变得坚不可摧。你拿什么斩我？就凭这把刀。一把菜刀啊！就一把菜刀，一把菜刀，不知死活的东西！冬青，杀了他！一剑鬼神剑。废物啊！这样都杀不死楚天凤吗？魏长老，这女剑尊也太强了，这下该怎么办呢？慌什么？本座不是还没出手吗？对对对，不是还有您在吗？楚天凤，别以为杀了他你就能如何，在天下会这种打手可多的是。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了。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敢和本座动手吗？你们这些人只会说这两句话吗？我敢不敢？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哦，那本座现在就来领教一下女剑尊的实力。让开，让开！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还请把你们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放一放。镇南王府世子玉牌，那不是镇南王的独子吗？他怎么到这里了？草民魏红见过世子殿下，拜见世子殿下。世子殿下驾到，你们怎么不跪下呢？镇南王府世子怎么来了？难道天下会和镇南王府有关联？耳朵都聋了吗？跪下呀！魏红，我武林向来跟朝廷井水不犯河水，你什么意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武林也是朝廷的武林，不应该听朝廷的号令吗？魏红，身为江湖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我说的有问题吗？我们都是朝廷的子民，不应该听朝廷的号令吗？说的好听一点，还不是朝廷的走狗？什么走狗？老东西，你最好想清楚再说，否则的话，我有理由怀疑你要谋反。我不是这个意思。误会，一场误会，我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镇南王世子乃万金之躯，不知有何贵事，要来我们武盟。本世子只是奉家父命令而来，至于你们要干什么，与我无关。世子，镇南王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在教我做事吗？不敢。哦，世子，草民斗胆有一事，还请殿下为我做主。哦，这个人，他弟弟重伤我侄儿，还拒不道歉，真是欺人太甚。你说这种人是不是该杀呀？既然世子在这里，那我们就把话说清楚。哪儿你说话的份儿？让他说，说来听听。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这件事情我确实有错在先，不该在他侄儿认错之后还下重手。但是他侄儿上门踢馆在先，更是派天下会的人攻击于我。刚才他更是想置我姐和我于死地，是不是太过分了？说的有道理。世子，您别听他狡辩。什么狡辩？我说的如果有半句虚言，不得好死。我也可以作证。没错，刚才你魏红不是还想偷袭人家姐弟俩吗？你真当我们眼瞎了？好了，既然此事是你侄子先挑事在先，人家也受了伤，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世子，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天下会颜面何存呢？你什么意思？别以为你天下会深得我父王的青睐，本世子就会偏袒你。不敢，世子，他的事情说完了，可他的姐姐杀了我天下会的人，这件事总要给个说法吧？堂堂天下会竟然和一个女人斤斤计较，父王为什么要扶持这种人？笑话，既不如人的东西死了就死了，还有什么说法？魏红，你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啊！比武嘛，自然有输赢啊，更何况你的人偷袭在先，这死就死了，还讨个说法，亏你还说得出口啊！够了！你们这帮反贼！殿下在此，你们还敢如此猖狂，真是目无王法！王法如果是以大欺小、仗势欺人的话，这王法不要也罢。不愧是女剑尊，竟敢说出这种话。换成是我未必有这种魄力。当真是女中豪杰啊！只可惜惹上天下会，如今人家背靠镇南王，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镇南王还有数十万大军，麾下高手无数。世子，他说了，他竟然如此猖狂，他居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之话，你完了，你彻底完了。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世子，此人太过猖狂，还请下令将此人捉拿。够了，魏红，你如此借朝廷之事来欺压我们武林，即便你做了武盟盟主，你如何让天下的武林信服啊？我能靠着朝廷是我的本事，你能奈我何？你，好了，既是你们江湖人的事情，那就按你们江湖人的方式解决。什么？怎么？莫非你不敢？从没没有。怎么总感觉这位世子似乎有意帮助那贱人？难道是我的错觉？女剑尊，今日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实力。你试试不就知道了？等等，如此比武，怕是不公平吧？来人，将我的佩剑取来。世子，你的佩剑不在手上吗？怎么又要另取一把剑？不用了，对付他，这把刀足矣。你敢小看本座？我只是描述事实而已。还以为你是女剑尊，本座就怕了你吗？你的时代都过去了。女剑尊的实力就只会躲吗？一会儿若是楚姑娘落入下风，你们就出手。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厉害？姐，你太厉害了！世子殿下，还请亲自将此人捉拿。某些人技不如人，就只会耍赖吗？世子殿下，这场比武可是您亲自定下的规矩，难道你要违反自己的承诺吗？本世子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殿下，难道您忘了镇南王和帮主的约定了吗？哦，那倒也是。那我就
不得不出手。玩够了吗？你怎么和世子说话呢？你敢对世子不敬，你死定了你！站住！想对我姐做什么？明明是他们欺人在先，还要倒打一耙，朝廷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让开吧，天行。不让。我还没有落魄到要你保护我的地步。姐，都这个时候了，你能不打击我了吗？虽然你保护你姐姐的心是好的，但你最好还是听你姐姐的。不是你谁啊？我姐能这么说我，你凭什么说我？天行，你就听你姐的，让开吧。怎么样，没有受伤吗？没事，区区一个魏红，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没事就好。不是你俩什么意思啊？世子您不是要帮我报仇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帮你报仇了？你们是一伙的，你们该不会之前就认识吧？是又如何？就算是，难道你要违抗镇南王的命令吗？谁说我是带着父王的命令来的？我来武蒙只不过是看看风景罢了。魏长老，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镇南王不是让你来扶持我做盟主之位的吗？你想多了，我父亲对武蒙之事并不关心。魏红，你该上路了。慢着！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跟我没关系。天下会也不过如此嘛。真是的，就那么回事儿，还以为多厉害呢。哎，站住！你们几个给我站住！你们就是天下会的成员吧？刚刚就是你们撺掇起哄，对吧？来人，把他们几个给我统统压下去！多谢楚姑娘，这次要不是您力挽狂澜，要是真的被天下会得势，到时候我们武蒙势必会成为天下会的一言堂啊！我中原武林恐怕将永无宁日。对呀，这天下会实在是太嚣张了，若不是女剑尊实力强横，只怕还真没有人能治得住他们呢。谢我就不必了，要谢就谢世子吧。我可没帮什么忙，我只是没插手而已。楚姑娘说得对，这次多亏了世子殿下，多谢世子殿下明辨是非，没有站在天下会这边。什么明辨是非啊？我看他是分明另有所图。这位便是天行吧？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还学会了保护姐姐，很不错，继续保持。当然了，我姐肯定是我来保护。世子，敢问你是如何认识楚姑娘的？我当年也向往江湖，初出茅庐，年少无知，竟想挑战女剑尊，结果被一剑击败。正所谓不知者无畏嘛！见笑了。世子能有挑战女剑尊的魄力，已非常人呐。那是我姐的威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草民愚昧，有一事想请示世子，这天下会和镇南王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啊，难不成天下会真的得到镇南王的支持？这件事的具体缘由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我父亲对于武蒙之事应该并不关心。那岂不是说天下会拉着镇南王的虎皮扯大旗呢？啊！天下会实在是胆大包天。不对吧？我看魏红刚才言之凿凿的样子，只怕另有一情。放心吧，即便我父亲支持天下会，只要有我在，我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打打杀杀，终无止境。楚姑娘今非昔比，为你高兴。徐老，你就别嘲笑我了。如此看来，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在镇南王了。看来老夫有必要去见一下镇南王一面。
徐老，你刚刚身受重伤，恐怕受不了这一路舟车劳顿，不如我带你去找镇南王吧。使不得，楚姑娘。这次我也是去了结这个因果。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想见我父亲？好啊，我带你去。那就多谢世子了。不必客气，事不宜迟，即刻启程。走，慢点。重啊！谁？大哥，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交代给你们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这什么表情啊？到底发生了什么？魏红，你说。事情办砸了，许清那个老东西本来已经就范，都怪那个女剑尊出来横插一脚。女剑尊，她不是几年前已经退隐江湖了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她今天不仅重出江湖，坏了我们好事。你儿魏胜的伤就是他弟弟伤的。好你个女剑尊，伤我儿子，坏我好事，看我怎么收拾他！你们这俩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大哥，我确实不知道女剑尊她实力这么强啊。对了，镇南王世子不是跟你们一同去参加武盟了吗？他女剑尊再厉害，面对军阵之地，也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难不成世子没去参加武盟？不提他还好，那个镇南王世子和女剑尊是旧相识，要不是他今天临阵倒戈，我们也不至于输得这么难看啊！是啊，帮主，谁能想到这镇南王世子和那女剑尊，他们俩竟然相识，而且关系非同一般呢？我只怕此时此刻，这两个人就是在坏我们好事啊，大哥！不好！怎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他俩极有可能会坏事，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你什么意思？万万不可呀，帮主啊！谋害皇亲国戚是会被砍头的。没必要走到这一步吧？没必要。你们上午去找镇南王对付他儿子吗？好了，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不同意的现在也可以退出，我保证不会为难他的。行了，这一趟我们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只要我们先发制人，到时候事情已成定局，他镇南王就不得不与咱们合作了。你去对付楚天凤和世子。什么？你让我去？连魏长老都打不过那女剑尊，我这不是去送死吗？你慌什么？没说让你去杀他，你只需要拖延时间就行。到时候我会安排天下会所有的高手去帮你的。去。对了，这是你的剑。嗯，这不是刚才你拿的那把剑吗？原来这把剑是姐姐的。当年决心隐姓埋名，本意是想将此剑扔掉，没想到你竟然保存到了今天。这本就是你的东西，我只想亲手将它送回到你的手里。有心了。敢拦世子车驾，该当何罪？少废话，动手！世子，您坐稳了，我带您冲出去。驾！原来这才是姐姐的真正实力啊！这女剑尊怎么比之前还恐怖？不行，不能让她继续杀下去。
小心！是你，是魏红派你过来的，目的就是解决掉我吗？不，是我自己来的。顾凌天，你竟敢袭杀皇亲国戚，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什么？世子，我错了，是魏红魏渊逼我这么做的，跟我没有关系啊！天下会的人胆子也太大了。他们二人呢？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这两人到底想干什么？你先别操心别人的事情，先把你自己的伤口处理好再说。不好了！不好了！别着急，慢慢说。天下会的人带着大批的兵马，将整个武盟给包围了。什么？是谁派的兵？难道是镇南王出手了？没看到镇南王，带兵的是天下会的会长魏渊，我也是趁他们没注意才逃了出来。说，天下会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派我来就是想来对付你们，其他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解救徐老他们，镇南王那边也不能不去。长庚，你去找你父亲，我亲自去武盟。不行，阿凤，没听他说吗？他们已经带了一大批人马包围我们了，好不容易找到你，我不能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听我的。好，你小心点，等我回来。等等，把他带走。我们走吧。好。你们还回来干什么？赶紧走啊！别担心，徐老，他们就冲着你们来的。只要你们不在，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我们要是不回来，你们怎么办？老夫大不了是一死，反正老夫都活够了。你就是女剑尊楚天凤吧？是我，你要的人在这里，把他们都放了。哈哈哈，放了？你当我是傻子吗？放虎归山不如一网打尽。各位都是各门各派有名有姓的人物，你如果这样做，就不怕天下武林群起而攻之吗？群起而攻之，嘿嘿，一群蝼蚁还能把天翻了不成吗？以下犯上，不敬前辈。魏渊，你空有一身武功而无德行，你会遭报应。你就是那个打伤我儿子的人吧？不愧是女剑尊的弟弟，年纪轻轻手段就如此狠辣。但要我说，你姐姐当年还是太心慈手软了。如果她能像我一样信奉斩草除根，谁还能报复得了楚家呀？别被他激怒了。事到如今还有这种定力，不愧是一剑败尽武林的人物啊！你这么大的阵仗，难道只是为了武盟盟主之位？当然不是，我的目标是整个武林，我要一统中原。你想一统中原，那就用江湖道义。难道你不知道私自调动兵马的后果吗？魏渊，私自调动朝廷兵马是死罪。哼，私自调动，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有调兵虎符在此，我当然可以调动兵马。不可能，你怎么有虎符？有什么不可能的，老东西？这虎符是镇南王给你的。当然是镇南王给我的。完了，天下会真的获得镇南王的支持，武林要变天了。哎，早知道就应该让天下会做武盟盟主，一言堂就一言堂，总比丢了性命好。闭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能不能有点骨气啊？徐老说的对，面对这样的败类，咱们就不能委曲求全，否则今后中原武林将永无宁日。你们当真以为本座不敢对你们动手吗？你就是杀了老夫，老夫也绝不会承认你做武盟盟主。老东西还敢说话？不是你反复阻拦我们，何必要动用虎符？哎，魏红，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的盟主呢？
你哪里来的虎符？当然是镇南王亲自给我的。幸亏本座已先一步拿到虎符，只要控制住武蒙，想来镇南王也不会为了一个不知底细的女剑尊和我翻脸。不知道长歌那边怎么样？行了，本座也不想跟你们废话。今天我天下会就要彻底掌控武蒙，而天下会的霸业，现在就从你们的死开始。够了！你儿子的伤是我打的，有什么事冲我来，跟我姐没关系。我当然没有忘了，你别着急，给我杀了他们！魏渊，号称武道第一人，难道你连与我当面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你以为用激将法就能逼我动手吗？我虽然是武道第一，但我不是傻子。既然我有手下能用，何必自己动手呢？拿下楚天风，还有他那个弟弟！拿下楚天风，还有他那个弟弟！你们都是保卫国家的将士，我不愿与你们为敌。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对不住了，一人。一群废物！天行，女剑尊是吧？不想他死的话，就把刀放下。你们卑鄙！姐，不要管我，杀了他们！小子，找死！怎么样，楚天凤？现在你该如何选择呢？姐，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拿下！女剑尊，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呢！咬我！畜生，敢动我姐，我宰了你！不光是你，今天你们2个人都得死！哎，这可是一枚不错的好筹码，只要握在手中，女剑尊不就为我们所用了吗？对，女剑尊实力这么强，一定很好用。你休想着我来要挟我姐！这可由不得你！你们别动他，做什么我都答应。姐，你不要答应他们！老老实实待着，像你姐姐一样多好啊！现在，我就是武蒙盟主，谁赞成？谁反对啊？我反对。世子，王爷，您怎么来了？本王要是不来，我不知道你这么嚣张，拿着本王的虎符随意调兵，竟然还把主意打到本王儿子的身上了。误会，这都是误会啊！再说，那虎符不是您给我的吗？本王是把虎符给了你，没错，但你千不该万不该，竟然想置本王儿子于死地！这都是污蔑，纯属污蔑啊！人证在此，你竟还敢狡辩！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王爷，就是他，是他让我对世子动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帮主，你就投降了吧，外面全是镇南王的人，你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无谓的抵抗了。还不赶紧把人给放了！魏渊，你大势已去，束手就擒吧。束手就擒？不可能！你疯了吧？大军就在门外，你还能翻了天不成？我手上现在不正好有张王牌吗？楚天凤，你要是不想你弟弟出事的话，把他们全给我杀了！大哥，你疯了吧？真要杀镇南王吗？不杀他，咱们都活不了！赶紧动手！魏渊，本王真是看走了眼，竟然被你的花言巧语所骗，还想扶持你做武蒙盟主，如今你还想对本王动手？投降是死，不投降也是死。先杀了你稳赚！女剑尊，赶紧动手吧，然后一会儿你替我们阻挡大军，掩护兄弟2人撤离。阿凤，姐，你不要答应他们！给我闭嘴！
丑少侠！全都是废物！现在，你还有什么手段？我不甘心，我就不信凭我的能力，照样都能把你们全杀了！呀！阿峰，你没事吧？没事。此人也算是得到他应有的报应。启禀王爷，此人意图逃跑，已被拿下。带回去，押入大牢，择日问斩。是。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置吧。天行，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我们赢了吗？我们赢了。对，我们赢了。姐，我这次又给你拖后腿了。别这么说，我答应爹娘要好好照顾你，只要你没事就好。